在 Google 搜寻 BITHK， 然后空一个 Exchange， 也有人搜寻 BIT Exchange， 这个是看行情的，就像看股票那样，这个是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，你看开始交易，你看 BIT 啊 ，Bit 应该是比特币那个 Bitcoin 的比特币 HK 跟Hong Kong有没有关系啊？现在才想到哎。这个是怎么搜寻来的？你看，搜寻 BITHK Exchange， 会看到那个 BITHK 了。那怎么下载那个 Exchange 呢？可能进去以后会引导下载 BITHK Exchange 这个 APP， 手机程式 APP。啊，这字那么小，怎么看得出来？字好小哦。登录跟注册了。要下载那个操作程式 APP， 可能是按这个了 ，Android 的。有看到 Android？ 哦，有看到了，下载 Android APP 的，是这样来的啦。